係陳真嚟同大家睇下天氣。今日時晴時雨，加上有啲風啦，冇前幾日咁熱啦。睇下衛星雲圖啦。熱帶風暴洛坦呢，晚上已經係喺越南嘅北部沿岸登陸咗㗎啦。咁啦，喺晚上11點啦，洛坦就集結喺呢個河內之西南偏南，大約220公里，預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動，時速大約係18公里，進入越南北部啦，並逐漸減弱。天文台就錄得最高氣温係32.1度，現時嘅氣温係28度，相對濕度係85%㗎。睇下天氣先生預測。預測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。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氣温係介乎27到31度，吹和緩東至東南風。展望之後一兩日係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亦都會有幾陣驟雨。預測空氣污染水平係輕微至偏高，跟住去世界各大城市睇下天氣。熱帶風暴洛坦登陸咗之後呢，雨量就減少，華南地區又熱翻啦。澳門同廣州有驟雨，廈門係多雲，台北有雷暴。而喺上海呢，連續6日氣温係超過攝氏35度㗎，中央氣象台已經發出高温黃色預警啦。咁而呢，日本同埋南北韓呢係有暴雨㗎。東南亞地區馬尼拉係有雨，胡志明市同曼谷有雷暴，新加坡多雲，吉隆坡有驟雨。南半球方面，墨爾本天晴，悉尼同布里斯班有驟雨。奧克蘭係天晴。美洲方面，洛杉磯同三藩市係多雲，溫哥華係天晴，而多倫多同紐約都係天晴。歐洲方面，倫敦、巴黎同蘇黎世係天晴，法蘭克福多雲，阿姆斯特丹係密雲。天氣報告完啦，聽日再見。